台南市顶仔口真侪拢停车搁囤物件，警方一档就接到7000外件的检举。台南市议会要求制定顶仔口管理使用驻地条例的草案，也毋过有新众团体是主张讲应该爱过路人优先，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，搁需要讨论。台南街路车来来去去，民众伫家己家的顶仔口停车，不时互人检举，自豪讲安尼无公平。厝边的开车会徛咧。 啊！过路人行人爱当行，行人到安尼袂使，咱车到尾整袂掉啊！要即家己的厝啊，停者安尼，你就共迄个要走，啊900块拢毋免人趁的呢啦。若无影响通行，敢要开放顶仔口停车，各县市经讨论真久，台南市有议员提案要求订定顶仔口管理使用驻地条例，伫合理的条件，甲顶仔口的使用权还予土地所有人，做警察执法，甲自豪使用顶仔口的一个办法。 大部分都是骑机车，这边的话路是不好停车，因为最近也很多对。这一来是保障所有权人，二来是保障行走者的安全，三来也是让警察执法机关在执法的时候更有依据。不过，新众团体这边也是坚持顶仔口是通行优先，认为推动驻地条例是咧推动恶法。 对于民众来讲，他更不方便。那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是我私人的土地，那我当然我可以选择不让你来去通行。我想这个影响非常的大，我不希望它成为一个恶法。我觉得真的是依法来讲的话，它本来就不应该去提出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。目前的草案版本是纵向1.3公尺，沿汽油地保留1.5公尺行人通行的空间为原则。 目前举办公听会，各方意见无共款。市府强调讲，今嘛草案也未定案，亲像高雄市驻地条例是以相关做单位，未来嘛收集别县市的做法，列入议案，提交去台南市议会审查。记者台南报道。